汉肺炎疫情继续拖，全世界算算的拢总68000个人去挖着，其中互人上界烦恼就是超级高挖人的人。像讲英国第3个确定的病例上少挖互11个人，另外日本有一个稳将挖互身躯边拢总有10个人。台湾专家提醒讲，挖到武汉肺炎的人愈多，愈高挖人的人就会愈严重。平均100个患者有1-2个一届上少挖互10个人。 伫咧日本的东京，有一个70外岁的客丁车运将，伊伫咧13来确定着武汉肺炎，捌甲伊接触捌搭过的人，嘛拢煞咧去互画着，抑佫有伊的丈姆，嘛伫咧着病过身了后，确定伫咧进前，伊是一个即个武汉肺炎的传染者，而且无长无当就已经甲病毒甲挖互10个人。日本即摆疫情当咧压悬，亲像即个客丁车运将同款的超级传染者，恐惊是会愈来愈多。另外伫咧英国嘛有一个中年的查甫人。 嘛，伫咧21天内去挖到11个人对伊得病。如果用常态分布的话呢，100个里面总有几个是病毒量高的。那这些人在一个适当的环境之下，都有可能成为超级传播者。中老年，然后抵抗力比较差，是最可能的超级传播者的候选人。 若是以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小挖率来看，这个数字量期约是伫咧2至3之间，也就是讲，一个带病毒起伫的人，平均测会当挖互2-3个人。若迄个超级的传染者，因为伊体内病毒的量真悬，上少会当挖互10个人以上。一般来讲，这款人毋是因为体质特殊，一般拢是免疫力较歹的老岁仔人。因为新型的冠状病毒，伊较爱踮伫咧半老的人的血经细胞内底。超级传播者最担心的是进入医院了进入医院，如果感染控制措施做得不好，就会造成医院的院内感染。目前，如果周边国家的疫情没有办法得到控制，然后来往还是很频繁的话呢，对我们就一直是很大的威胁。强调目前的防疫，伊上重要的关键就是伫咧病院，还佫爱甲国家的边境甲保护条。武汉肺炎的疫情一直咧拖，那伫咧边的国家嘛，就有可能来称作威胁。民众都要较张持个人的卫生管视，照实来通报，照规定来隔离，安尼才会当甲防疫的工作做甲较点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